花，感情总是行同齐。怎样爱才会讲白？怎样分才会详细？你对阮的心，阮对你的情，予世界充满美丽。感谢恁送我的花，感谢恁所讲的话。无论情我深爱我深，总是相爱一个。莫想遐尼多，爱你无后悔。莫问遐尼多，爱你无代价。咱行过这段路，亲像试伴过。孤单放风吹，悲伤放雨飞。无论心我酸，风我酸，感谢有恁两个。莫想遐尼多，无你怎样过？莫问遐尼多，予你的一切。不愿受回，甘愿受罪。若讲痴情，阮是世间的最后一个。阮今年也到这个。阿妹啊，啊，你倒来啊？母啊，甲鸡港因爸去台北海哦。我早因走了后吼，我就去坐水花甲加港啊。有效无？尽量试看卖的啊。人水花安尼吼，也毋是你共害。这边哪会使怪我啦？我对头到尾也毋捌爱伊啊啦。莫讲这啦，受无了啦。好啊，莫讲水花啦。对啦，啊，你去找阿姆迄两个新妇安怎？安怎？吼，无讲无去啦。迄两个咧相拍吼，连我嘛拍惨落去啦，根本就无咧管伊死活呢。我都甲恁讲过，无效啦。若讲要叫因改变哦，就是讲一大堆西边出来啦。阿妈，你莫伤心啊啦，我一定想一个好办法吼，去教示你两个不孝的媳妇啦。对啊，咱袂遐简单就放因煞啦。哎呀，啊，恁这三个查某，我若无想一个办法甲对付，要来甘愿？有啊，就安尼先办。阿玉啊，那是安怎啦？靠唔知哦，我迄袂记小丁甲我欺负了。哦，你这做我就知咧啦哈。看你是知影啥？你知无？伊讲哦，我捌倒对囡仔哦，是甲厝边隔壁有的啦，讲你是乌龟呢，讲你戴绿帽子呢。真是安尼讲？对啊，我你想讲我甲伊同款哦，对感觉咧搬弄是非。太过分了，真是讲这个话。我你讲啦，这口气哦，你若是无替我出哦，那大家拢真正想讲我真正讨客伊安尼。我今仔心情足压榨的，等明仔载我再来找伊讲，安尼毋就好啊？你是咧压榨啥啦？又有啥物代志哦，比你某叫母了较重要。啊，就阿母离家出走已经2、3天啊，我较阿兄去找吼，搁找无人。啊，若万不离吼，有一个3长2短吼。哎呦，哪有啥物三长两短啦？哎，恁大兄是大囝呢，啊，伊本来就爱负责任嘛，当伊就要烦恼，你敢有烦恼啥？话别安尼讲的啊，若不孝吼，规庄仔的人拢会甲阮笑呢，连迄个无熟识的人吼，拢会笑阮吼无路用笨手。对啦，你哦无路用啦，笨傻啦，讲啊恁老母哦偏心啦，一寡家伙拢互恁大兄咧，啊当你咧。啥物代志拢吃亏啦！连你即马有讲做你是乌龟吼，你即口气拢要落落去。我来遮歹命啦！我目睭找袂哦，再去嫁互你啦！我规矩吼，我规矩来死死的哦啦！我要找家刀来拄啦！要找家刀啦！哎
开暗就好啊。你讲的哦，嘿呐，我你讲哦，你今仔日哦，若无甲出这高贵哦，我真正死互你看哦。好妹。行。好，行来，行来，行来。妈，你咧讲啥啦？啊，今摆紧叫你死人哦！哦，好啦。阿兄，阿兄，你出来就好啊。师傅啊，这另外什么代志啦？阿嫂讲吼，阿叫我伫外口讨客兄啦，我倒底囡仔毋是我的啦。阿丁啦，啊你若讲这种话啦，你若讲什么阿叫讨客兄，啊所以巴肚底囡仔毋是水某的。啥？我当时捌讲过这种话啊！三八查某，你莫伫遐后白讲话，伫遐使弄啊！哎呦，你明明都讲嘞，你敢敢承认哦？吼，迄支嘴后白讲话，我要点你的嘴！你真是给我吃！好阿妹，恁两个莫甲咱牛咧，遐无见面就打。阿丁啦，啊你若讲讲这话，讲回家失礼啦。啥？那你要相信这查某所讲的话哦？我真正是哦，目睭顾着哪嘛，才叫你这种查甫人啦！你这个是要创啥啦？我要弄病啦！弄死上好。好啦，你莫啦，我开你回失礼啦吼。那呢？你去教死人啊？你做什么大样？啊无啊，迄毋是我咧爱讲你啦。啊你哦，迄某我教好，啊，互伊一世纪咧讲人的是非，啊，无无一听讲到一支白，啊，你咧做红婿人，我拢无讲半句啊，你哦，真正有够无路用啊，你啊！大嫂明明安尼讲，你唔好好教示，你搁倒转来怪我。我看吼，你是天下间上界无路用的查甫人啦。你若敢对我讲这个话，我是恁大兄呢。大兄又是安怎？对啦，大兄外哥嘛，就帮助大嫂吼来破坏我的名声啦。你真正想讲吼，阮才好欺负的哦。阿娇啊，含你也安尼讲，人搁忠兄为父呢，我大兄上大呢，你拢无尊重我，还搁咧骂我，骂你是安怎？哦，袂甲你欺负，我甲你教死哦！来啊，来，先。你出来，别跑来，我跑来，不要讲我诶，跑。你往有变什么啊？想你为你啊，看看你啊。你看清楚讲，你别动我，因若胖到这么严重吼，拢是因为你啦，我袂使咯。大姐哪会怪我啦？无要怪你，无要怪啥，迄上好吼是恁水某拍拍死啦，安尼你就酒啊，怪恁囝虽然都无老爸啦。但你嘛同款，阿爸恁囝嘛无老爸啦。袂，我恁拍死。啊啦，大，为着咱的歹命，干一杯啦，干一杯。本来想讲哦，要拖一个某，好好来诱惑阿母啊。哪知影讲哦，拖着好爸母，结果将阿母啊逼甲离家出走。我说咧吼，逐工拢找咱两个出气啦。拢嘛你啦，天下间查某遐尼多，你偏偏要去娶阿丁。啊，你搁假讲？迄当初你要娶阿玉的时阵，我甲你考劝哦，叫你讲好好啊考虑，你讲唔免哦。阿玉吼，这个查某囡仔，哎呦，偌温柔偌体贴，所以佫真贤淑、真友好。但即摆有上哦，上到无人要买啊啦。这一切拢是命啦。无啦，无啦。啊，若像恁两个安尼直接苦啉酒，无效啦。我去想一个办法咯，甲伊教死一下啦。教死哦？拜托诶，伊若要甲阮两个教死哦，我就真加载哦。都对咩？哎，你也毋是毋知影，因两个吼，若甲歹两句啊吼，两个就乱要自杀啦哈。啊，若像这款哦，不好。啊，各会五个四大媳妇哦，若要死哦，互伊去死死的啦。你讲较简单吼，伊若要去死哦，代志又搁好解决。问题是毋去死，所以要死哪毋死，害阮两个兄弟也歹过日子。都对咩？啊哎呀，你敢捌听过一句话？恶妻嘅主无法可治啊！哎，实在。啊对啦，大啊，即摆吼，因两个甲阿母逼甲离家出走，阿母毋知有影走去自杀袂袂？啊，若有影真正走去自杀，咱两个变做不好处呢。
啊，若知会变成不好主哦，就要赶紧去遐找回来啦。也有一个无找的，找3、4天拢嘛无消息。啊对了大，我咧下晡伫咧路拄着迄个地面是迄个李先生啊，像咱讲，咱遐要甲阿母害死呢。诶，老先生怎么讲我才想到咧？敢袂讲伊在阿母伫倒位啊？嘿，有可能哦，无哪有可能伊来找咱，佫叫咱去找伊呢？啊无哦，明仔载咱再甲问看嘛。好。无啊，你两只好爸母来啊啦！来啊！来啊！人去演电视都安尼，你较逼真，你较边啊，较边啊，红台尾吼，我这钱我才赔你啦，就啊，安尼，赶快，安尼，传到什么某？安尼某我干死你啦！传到你，哎呀，挡袂掉啦！哎呀，我今日你甲拍死，哎，你唔惊我死，我惊你无命，我你死！你讲你两个拍死啊？我你讲哦，你两个拍死真，你怎么死？你两个死啊！我也说。啊，你还要困哦？也都困袂去啦。你即摆身体有病吼，爱好好休困，莫定定拢想迄伤心的代志啦。我想讲，我嘛袂用一直踮遮伫咧搅了恁。你放心啦，我吼会甲你想办法，互恁后生甲恁新妇吼来甲你食饭。我也是希望安尼个。苦苦的一杯酒，希望会当解阮忧苦愁。遐尼多，爱你无后悔，莫问遐尼多，爱你。妈，我才想讲要敲电话你的。好啦，你著好啊，甲阿伯去佚佗。你今要去阳明山哦？要去洗温泉？哎呀，你是要去洗鸳鸯浴啊？哈，好一人一间哦。哎呦，其实嘛不要紧。啊？好，要紧。好啦，你著甲阿伯好啊佚佗啦。啊，厝的代志你莫烦恼啦，哈。好，妈妈再见。拄听你甲你母咧讲话，讲伊要去洗温泉。嘛搁咧烦恼加甲因爸吼，会趁机会安尼。这一定的嘛，看家讲就知影，有基主必有基父，两个拢足像的了。无定着跟两个阿母啊吼，转来时阵就。哎呀，你哪讨厌啊？当妈几岁啊？袂生啊啦。母啊50还袂到呢，老蚌就会生珠啊，母啊哪会袂死？无定着吼，你去死命啊伊！讨厌，大家拢要。怎么？咱这间的款呢？敢若是阮阿爷，遐有一个人来甲问看卖啊？好，行。你咋？请问嘛？嘘。伊即摆来咧，哇，精彩！你比电视上播的搁精彩。是安怎？你讲因啦。讲完咧，啊你。哦，我拄看了上精彩，你突然间喊一声，我会惊破胆咧。讲完啦。啊，你来咱叫一声。叫一声就看袂到恁，精彩！我看到哦，叫你输甲拢袂喘气啊了。你莫有要讲啦。啊，你是来要创啥？水花啊啦！虽然哦，你昨叫家港去甲拍，但是哦，伊对阿爹也是袂死心。我看伊会死哦。啊，无看咱叫阿定吼去甲考劝一下啦。啊，你带来是？伊两个毋是我带来的啦。对啦，阮两个兄弟吼，是要来找吼你阿弟李先生啊。
两位哪个面色啊面成呢？啊，咱伫街仔路，你毋是甲阮问讲吼，水王啊甲水母啊，因两个兄弟的代志。啊，对，哎，啊两位有甲伊讲我咧找伊无？讲是无讲啦。啊是安尼啦，啊因为吼，伊就是水王啊，我就是因小弟啊水母啊。哈？哎，哦，恁两个就是迄个无路用的笨手哦。对啦，笨死啊！昨吼你都爱骂甲歹听，啊，阮两个毋敢承认，今日甲阮摸咧，所以讲是啦，伊就是水母啊，我就是水王啊，阮两个本人啦。嘿啦，啊歹势啦，到尾啊吼，啊算讲阮等于收拾了吼，你讲，你找阮吼是为着阮阿母的代志，所以讲我今仔日特别来甲你问看卖啊，你是毋知阮阿母的下落啦？想袂到你会记恁母啊？当然嘛是会记哩，其实吼，毋是阮两个不好啦，是阮两个吼娶着不好某啦。不好无，啊你袂晓教死一个？啊？教死！阮两个若莫互伊教死哦，就阿弥陀佛啦。嘿啊，吼，恶妻嘅主吼无法可治啦，大家嘛是讲要娶一个好某安尼吼，好啊友好爸母，才知影。谁知影？阮两个有够歹命，就将带伊两个入门了后，有一天毋安尼吵水吵吵架，吵到落街煞济，哦，猜讲啥物哦？阮母啊，财产分了无公平哦，所以阮母啊，世间钱拢摕到对方咯，还有煞连母我即摆哦，含阮家分一间厝要还咯，就无才了还咯。是爱恁婆拢甲阮讲过啊啦。阮母啊，拢甲你讲过，那安尼你就知影阮阿母的下落啊。当然嘛知影，恁母啊吼，叫恁两个新妇吼，要甲离家出走，受袂开，险啊去自杀，好咧，家在后尾啊，甲伊救回来。多谢李太太。我又毋是李太太。啊？啊，毋是李太太，头拄仔我甲伊拄仔真干咧，我刚刚咧说传连母啊是讲你是阮母啊哩？啊，恁母啊讲伊人无甲外爽，徛咧后壁休困啦。哦，水母，紧来，来去看母啊！啊是我甲陪做一下。好。哎，小等。啊，等下你去看到恁母啊，啊，甲伊陪做，啊，然后咧。然后带转来去啊。带倒来友好啊。系。安尼哦，嘿啊带转去，啊，互恁迄两个新妇，搁再甲裂胎，啊，搁逼甲离家出走，啊，搁受袂开，搁去自杀，安尼。哦，安自杀我才过来甲带。哎呦，啊，你嘛读较听了解。恁母也袂改变进前吼，啊，你带恁妈妈转去，毋是等于讲你丧死？要叫阮恁两个无改变咯，叫咱好以后阮母啊，除非日头来出西边。想一个办法啊！办法咯，这无办法。啥人讲无办法？哎呦，啊，你有办法了？阿弟啊，你唔通看了无点啊？若毋是我替阿妹啊想的办法，你带家港去湖边拜祭别人的墓，讲是互阿妹缺死的未婚夫，啊家港较有可能放弃拍阿妹。对，阮妈妈讲你上巧啊，什么款的戏吼，啊，什么款的剧情，你拢捌看过。所以哦，我甲咱摕一大把看过的剧情来用哦，就会当解决因的问题啊啦。讲完大诶，啊，就什么办法？紧讲啊！好，我甲恁讲，哎呦，办法阁袂歹呢。哎，毋过我拄仔找一个人去因厝呢，找家港。啊，对，就安尼办。那恁两个先转去啦。啊，阮吼一定替你想一个好办法啦。到时阵吼，就会互恁迄两个不好的太太吼，甲你妈妈接转去。这哦，这哪有可能啊？都不咧讲放牙讲诶。都对咩？你头拄仔伫遐起楚楚，想什么好办法呀？到时恁就知啦，即马袂用去讲啦，即马讲就破功啊呢。哎呦，安尼破功哦！安尼我莫问，莫问。你讲阮母啊伫恁遮，安尼带阮来，我要来甲回事。嘿啦，你讲对啦，阿妹啊，你传两位吼，你要看暗一个，啊，我来找家港来斗相共。苦苦的一杯酒，希望会当解阮忧苦愁。有遐尼多，爱你无后悔，莫问遐尼多，爱你。阿
生来看你啦。阿母，最后啊，阿母，自你离开了后，阮两个兄弟啊，一世界咧找你，足惊讲你毋知发生啥物意外未？意外。哼，若是去撞到阿美小姐，甲阿德先生，我早就死了。阮知啦，是阮两个兄弟啊不好，才害阿母你今仔日落到这个地步。阿母，阮真该死。起来啊！这阿母无怪你，我捌讲过，是我家己歹命，才带这两个新妇阿丁、阿玉。阿母，你要紧无？阿姆来，饮茶。多谢。阿母，安尼你咧有病吼，阮也袂当甲你带转去幼校，阮两个兄弟啊吼，实在做个承担啦。是啊，阿母，我真真该死。恁吼，嘛要想这边家己啊啦。阮的办法也是成功吼。恁两个歹新妇吼，对乖乖来叫恁妈妈转去，好好伺候伊，友好伊。办法？什么办法？阿姆，到时吼，你就知影啦。爱你爱甲阮的心加归球，等你等甲毋敢记太阳球，别人敢有可能亲像像我温柔可爱的模样，像我情深意重牵你的手。苦苦的一杯酒，希望会当解阮忧愁。雄雄干杯，从此不再想。苦苦饮落一杯酒，不愿搁再对你叫风流。从今放阮的爱真自由。苦苦的一杯酒，希望会当解阮忧愁。雄雄干杯，从此不再想。苦苦饮落一杯酒，不愿搁再对你叫风流。从